Hello， 歡迎大家嚟到我 channel， 我係 Alice。今集介紹一個位於何文田嘅兩房新樓盤單位朗然峰，實用面積係525尺。今次單位嘅設計特色就喺硬裝上嘅改動，用咗大小不一嘅圓弧修飾天花設計，牆身多處採用咗混凝土嘅藝術漆，帶出自然嘅氣息，同現代風格交織，形成一個具備層次感嘅藝術家住宅。玄關換咗灰調菱形嘅特色磚，形成落塵區，加入咗弧形嘅門框設計，將玄關同埋客飯廳嘅區域分開。唔單止美觀，仲具備實用性。一入門口就可以感受到獨特嘅設計心思，為屋企注入個性魅力。響 TV 櫃嘅位置特意設計弧形，透過兩邊滲光，凸顯收藏品主角。客飯廳嘅位置大膽加入暗紫色作為跳脫色，打破空間大量灰色嘅沉悶感，讓空間更具層次。響確保儲物量嘅同時，仲要呈現出高級質感。戶主係有養貓嘅，由於貓貓好中意揾隱蔽同埋有安全感嘅地方，所以喺設計上，我哋係需要為佢哋創造一啲隱蔽嘅空間，巧妙咁結合櫃體，設置小貓洞，俾貓貓自由穿梭，美觀又實用。主房設計特色背景牆配合燈光嘅運用，營造明亮嘅家居氛圍。牆面材質同埋客廳呼應，連貫整體，加入獨特嘅造型同軟裝配搭，細膩有層次。睡房係最寫意同埋令人放鬆嘅區域，三邊落床嘅設計完全係符合戶主對睡房嘅期待。嚟到咗書房，因為戶主想要有一個寬敞又舒適嘅工作空間，所以設置咗 U 型嘅台面，加入磁石板，方便工作。如果你都想創造自己獨有嘅空間，歡迎嚟揾我傾下，記得訂閱、分享、讚好我嘅 channel啊！下集見，拜拜。